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人世的一年唔食东西，啥无法度1分钟唔透气，唔过空气看唔到，硬係會講唔驚心麼？因多年來空氣污染引來印地會 PM2.5嘅危害，猛熱數人注意。世界衛生組織 WHO 嘅 PM2.5 容易測係一年桃園米粒房工廠10米克，唔過台灣一年桃園會到30到40米克多。以後嘅調查未增加5米克，心血管疾病嘅風險都會高加55%。上週日喺台中同高雄有一場219大遊行，萬個商人為到反空氣污染上街路。一場遊行團頭擺嘅環保抗爭，前無強樣嘅係一擺係以後嘅唔係環保團體帶頭嘅，民眾也家家如係家長帶輪成人嚟歸家人去參加。唔過大遊行過後，政府會做乜嘅改變下？硬係有時的做到會乜嘅呢？我要健康空氣，我要健康空氣，不要空氣污染，不要空氣污染。幾萬嘅參加遊行人順帶台中市台灣大道進行口號，時間係上週29，和台中同高雄同時辦理反空氣污染嘅大遊行。台中的空氣污染太嚴重了，然後我們覺得就是孩子的過敏、家人的健康很重要。我們覺得這是整個大環境的問題，產業也要就是轉型，能源也要轉型，所以我們覺得走出來為下一代發聲。因為平常我有在跑步，然後常常都要看那個霧霾，所以只要有霧霾的時候就不能跑步。那我有看到大陸他們是戴着口罩在跑步的，那我希望以後我們的小孩呢，不要有這種現象，不需要戴着口罩跑步。方先生挑是帶定防毒面殼來參加遊行，最愛大家知道空污幾嚴重嘅，佢平常時當口罩運動，一幾年來發現空氣品質年時年變爛，唔敢去參加路走，包含佢仔女遊行地度呢度家長帶定聲音同下來。包括台中電廠，包括麥寮電廠，都必須降載來運作。2月室外天時，一下很多熱骨，一下又變到少暖。遊行嘅日，熱到長6年咧。本單按算將幾千年遊行重提，來幾萬3年，包含前中研院長李彥哲、雲林院長李俊勇同嘉義市長涂湘哲，亦到中部縣市署長同南陸地委都來參加。暖化叫空污的問題，唔是單影響到人民大家的健康，我哋會影響到咱後代喺地球上存活的問題，所以這應該是政府相關的階層，喺總統府應該出來協調，有具體來行動，空污法的修訂，這是立法院干涉的代志。李彥哲喺一下總統府執政，照理講做得直接同總統反映，係講唔係知道事情當洋蔥，唔好凊彩按樣做出來參加遊行，佢要將政府治理空氣污染、抗暖化、抗太管制空氣嘅投入，而同根本停時推唔到空污法修正過，行政環保署未完整回應過，呢個係唔做嘅。以前我是常就是游行是走在队伍中间，那今天我必须要等于是类似站在对立面去回应这样的诉求。撇开其他的，我们环保署能做的、该做的，其实原则上我们都会有具体的回应，包含说要用那个交通监测站，好，那要全面修改这个空污法。219遊行帶頭人係彰化基督教醫院婦產科有名醫生葉光鵬，佢用石頭鬼講實話抗爭結束過後，成立台灣抗檢空氣行動聯盟，佢整理醫學文獻，看到美國西藏醫學會拋頭下擺拋年，做 Fighting for Air， 而爭取好空氣，16年來佢歸心頭反空污。拒絕空污，拒絕空污，慢性中毒，慢性中毒。因為2011年國光石化了後，迄陣才開始會關心空氣，所以我迄陣家己做一個醫生，我感覺講我對空氣嘛幾乎是無概念的，我就想講全台灣人應該嘛無概念，所以就想講是不是有必要佇國光石化若有機會伊停去了後，是不是需要讓較儕人來共同關心空氣？
因为空气会比食、比水更较重要。16年来，民众知道中南部的天时好有问题，也广泛认为天时问题的错嘅，唔过空气太坏嘅。19年来，产业结构偏强冲，重工业始终到中南部，空气坏到唔係北部人想象得到。我医学院是台北，台北医学院。所以迄阵印象中，台北是还有工厂的。迄阵台泥搁伫基隆路顶头，但是咱今日看，台北市你要去找一间工厂的烟筒，你大概找无啊。你上侪剩一寡焚化炉尔啦。但是你伫中南部，尤其你伫婚林，要去看讲无烟筒，大概我真困难啦。尤其你去六轻一看，迄400-500支伫遐。对于各个蔬菜看六轻，环保署检测，像按样工业废弃物，大概包含的直接对污染源排放衍生性细纤维微粒 PM2.5、纤维微粒 PM10，还有衍生性的细纤维微粒、硫氧化物、碳氧化物、非法性有机物同胺，也有其他氢气物。一管凭调查，因为工业产生本13年平均的空污量，用 PM2.5 做例的，係講台北市的1，跟台中市的82批，高雄市的121批，雲林縣和高島129批。中南部一數的空氣，頭先講的6種常見污染物，台中以南攏是台北的100倍跟1000倍，所以小英底下咧講1000倍、1000倍再1000倍，但是雲林人伊的空氣污染，伊的工業是台北人的1000倍、1000倍再1000倍。咱是不是在思考对雲林人遐有公平無？未来我希望透过一个专案，用1年的时间呢，把六轻所有的一个制成一个制成这样子一直交换下去之后，最后出来的各项的污染物的排放量到底是多少，我们把它盘点清楚。那这样子就可以对应到说，像许错分校这样的学童，他到底会不会？如果从本校迁回来，会不会受到它的那个影响？会的话，它的影响多少？这是不是一个可容许的风险？民国99年到104年，受到六轻空污的影响，希望本校有60年学生的对去年9年的稀释标准本校桥头接受投诉，家长同不满的讲，空气会走来走去，本校同分校唔过将首长6公里安逸的天天。污染的长途首长无马街。我觉得这个环保的议题，你不要说把分校跟六轻绑在一起，这样对家长对孩子都不公平。孩子还是希望回到我们的分校去就读这样子，而且这边真的是不方便，空气会流通嘛，会散逸。那你说搬来这里跟到那里，其实也有家长就是在1公里左右而已啊。我们最后当然中央政府最后还是会建议说，因为在一些污染因子的那个因果关系还没厘清之前，还是希望本来许错分校的学童还是留在母校就读。其实我们固定在许错分校的周届，只要下午2点到4点，其实就很明显的监测到那个 VCM。环保署也头希望分校地度长期表的空气品质监测查了监测，某1公里安盐蔬菜做6期呢。现时规则分校，除了13年中度计，只存到2头羊呢。环保署认为，长期对学生的空气已经严重，冇查清楚生了伤害到结重的前，唔建议学生的转到分校。实际上，透过你测到石头癌症当中，肺癌到个肝癌系第一。在国民健康署的资料，13年来，肺癌增加2批，尤其係同空污有關的肺腺癌，同男性腎臟嘅健檢嘅2.5批，尤其較少涉驗嘅女性肺腺癌含較3批較高，按樣速度當地認為。我們有做研究，去找那個我們的癌燈的資料，那國民健康署花了不少經費，請各大醫院。確實去登記那個癌症的病人，這癌燈的資料。那癌燈的資料發現說，我們2000年到2013年，因為最近的更早的、更最近的沒有發表哈。那發現說，我那個成長很多。
那照国外研究，伊肺功能就会比空气较好的肺功能就下降啊。所以徛伫中南部囡仔，甲伊的家长，伊出事，遐囡仔就比伫台北可能北部较辛苦啊。所以咱有要，这是不公不义的代志。29多年来，重工业影响南西结果，造成的空气污染、顺电风向对海顺采工业，就像本地木工厂的南投玻璃同屏东潮州，空气品质点都看不好。刚好高屏溪是屏东高雄的交界，然后高雄就有一大堆的这个重工业，就沿着高屏溪，沿着小港、林园到前镇这一带，所以空气就从这个海陆丰的这个关系，然后沿着高屏溪，然后进入屏东平原。更无辜的是，我们没有去制造空污，结果我们才忍受。中部地区主要的污染源的贡献看起来是中火还是贡献的差不多将近50%，那加上中龙就可能超过60%。那以云嘉南来讲，6轻其实是占了差不多40%的那个贡献度啊。但是 PM2.5是不是都一定是它生成？比如中火，中部的那个空污，我们也怀疑说，那个很可能有一部分甚至可能占的比不少，可能是来自于苗栗的通霄。一大批台中市芒果寮，在头一年，同焚化炉太阳含背後，含亮嘅看得到台中市市區太同步，因為 PM2.5輸出係35變呢，都係天年再過來，強澤國土搶看得到太陽含天天，因為 PM2.5已經係掉趨勢，千嚴重嘅等級超過70億。其实最简单，从能见度来看，我们站在这边的台中算是一个制高点，往东边去看哈。一般空屏好的时候，你看山就是山，如果看到山不是山，甚至于远端的高楼都看不到的时候，那是空屏都是很恶化的。你的那个。民間對 PM2.5嘅監測也當地推行當局做一啲建議測站，台中市有300人台，係也全台灣青島嘅。環保署係將處用 PM2.5、PM10同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同二氧化硫都算落去，實時所講嘅空氣品質指標 AQI， 一綜合指標千嚴重嘅風害標準係150億。環保團體爭議，按樣大家都唔清楚了解 PM2.5嘅傷害算來幾厲害咯。我们的年平均标准差不多在15微米毫克，美国的标准是12，世界 WHO 是10。给我这1年的时间呢，我们等这个本土化的研究出来之后呢，那我们再来根据本土的研究资料呢，来研议说如何去下修。那到底是这个下修功能，我们就可以设定在71到150这之间，150他们不满意，71刚讲这个看起来很严。但是呢，这只是根据之前英国 PM2.5 的这个指报的一个数字而已。重演之后，我们希望是要具体可行。我解決空氣污染問題，唔係搶看環保署做嘅幾多，嘅其他單位是喏，產業同能源結構係未有問題。台灣掌握按多火力天廠，韓國單都頭中南部。现在新政府寄望的这些再生能源，未来企图解决非核、非煤家园的这一种愿景，我觉得是有一点过度期待。但是我是希望说，产业结构调整，这个才是一个根源的问题，而不是新增加开更多的电源的来源来解决用电一直增加。所以具体的做法，看看能不能有一个用电的上限。如果环保团体跟公民的其实很多诉求，其实就是把矛头完全对准了环保署。那环保署该要被苛责的，或者该要被批评没有做到，应该要坦然接受。但是当我们两边比较过度的对立的时候，其实经建部门容易隔山观火，好像事不关己。環保署希望民間團體來支持環保署，按樣行較有力，要求經濟同建設部門改進。民間團體堅決壓力，對2019過後要求到2年內整件有改善。呼吸平权、健康平权，所以咱是不是把一个天空、2个台湾？在2019年，咱大家共同来思考，怎么终结这个不公平，怎么终结2个台湾？院长曾经直接到那个大林埔，有去承诺要改善空污。那小英总统在选前也跟中部的居民道歉过，也承诺要改善空污。所以不管有没有219大游行，其实院长早就已经列管。为了解决大家管理付出咱的努力。要需要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财力，为了
解决这个台湾的空污暖化问题，有决心无？人民有决心要天天的想的，不过政府是喏，迄讲产业结构无改变，重工业本行到中南部，问题有办法解决无喏？其实这答案唔是讲大家做出啲嘢。